第一摆议员选举无寻求连任，未来当向备受关心的议员董平娥3号上午来到民进党市员参选人林建南服务处，共同召开民主嘉烈服务演说的记者会，向外界说明伊无搁再参选的原因。这几天是我政治生涯最大的转折。这短短几天，我做出我不再投入年底的选举，因为我个人的因素，还有我生涯的规划。董平娥表示，伊观察林建南真久，无论是说明公共政策能力，甲对转型正义的追求，甲现任议员拢会当比拼，所以呼吁市民协听林建南，共同守下伊留落来一息。我看伊这段时间吼，对民进党政策，对一寡公共事务的议题，拢提出很好的论述，而且提出伊的做法甲看法，拢是符合人民的需求，而且符合咱这个国家的需求，而且伊足认真，足故意，是非常价值信赖一个人，真实在的人，所以我相信，伊若当选了，绝对袂辜负咱台湾市民对伊5万个期待。看到议员董平娥对伊的信任甲推荐，嘛互林建南真感动，伊将全力以赴争取胜选，为民进党收下中西区、北区第4席，来回报民主前辈董平娥甲多数市民的期待。这一摆吼，会当吼安尼咱的党议员、党委员吼，安尼甲咱相听。当然建南的对这届的选举会信心十足啦。当然这边当然除了来延续着咱党议员、党委员长久以来对咱台湾，不管是咱民进党的这个发展，还是讲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，还是讲咱对咱台湾这个土地本土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延续，我相信建南一定会更较认真、更较拍拼。不但是帮民进党的这些。会当更加好甲顾落来，甲配落来，上主要嘛要帮咱党委员这些这个政治的这个协会更加延续落去。所以讲，当然今仔日经过今仔日了的时阵，建南的信心真正是会当增加100倍啦。董平娥曾经担任2届国大代表、2届立法委员、2届市员，从政生涯超过20档。这摆决定无投入议员选举，全力支持林建南，嘛互林建南信心增加100倍，表示绝对袂辜负大家对伊的期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